紧去菜市啊，拜拜，再会。晶晶再见。哎，按一下电脑。第二幕。伫厝里洗衫甲摒扫。洗衫啊？你的衫伫遐，电脑边啊。洗衫机伫你的头前遮。就要你帮我唱。鲁啦啦，鲁啦啦。哦，这个阿布很认真，是手洗阿哦。布，我不是阿布。阿爸，你不用用洗衣机吗？你要用手洗呢。咻。来。你看我等下会不会爆气啊？来嘞。去摒扫啊，扫给扫头卡，把前面扫干净，然后扫到前起啊。阿爸走路还蛮有节奏感的。我们两个在干嘛？在激烈啦。激烈运动。李福杰啦，到后面等。阿布到后面。好，预备，开始了后阿爸过去洗米，准备煮饭。啊？米在电锅里，麻烦拿出来洗一下。有，你要洗你的。摕起来洗洗拉拉的。开心果会歹哦。还好，我已经啉了啊。啊，倒水。啊，倒完了。倒水啊，无咧，你讲洗洗，不要泰哥的水倒出来。对，还不错。啊，阿爸洗啦吼，电话有刺落去无？插头有插无？无。啊，下一幕第三幕。预备，阿莹啊，阿母啊，转来哦。买菜要遐久，是不是搁有去买衫啊？你要干嘛？阿爸，我转来啊。我等来啊。我记住。几行？哎，好，我们来看他妈妈的手艺如何。你妈妈手艺安怎？啊，迄个菜哪？阿母，你哪无人盐啊？你没有加盐巴啊？无人盐。味精。味精对。清淡，然后自己沾酱油。对啊。大家来食饭。阿莹，去底饭。我来。底饭。啊，你的电锅嘞？你阿爸的电锅伫啊？啊，停格，拿起来。停格，不要动，对，就这样。来，旁白一起念：等阿母转来夹菜。阿莹要去甲大家底饭，电话挂一个很贵。阿莹讲，大声哦。是被夹到手了吗？啊！